我喜意做诶代志，作者高家辉。第一趴，我喜意做诶代志真济，读册、弹钢琴、散步、听音乐、写作、做手艺品、上网、踅街食诶代志，我拢足喜意诶。我一项一项讲。第一是读册，我足喜意读册。虽然我毋是读册了，毋过平常时我拢会看各种无共款诶册，譬如小说、教育诶、音乐诶，抑阁有台语诶。遮个册我拢喜意读，毋过我嘛会读别种诶，反正只要看着袂歹诶，我拢读。第二是听音乐甲弹钢琴，我逐工一定爱听遐个我足喜意听诶曲，抑阁有弹钢琴。虽然我毋是自细汉就学诶，我是咧读大学诶时学诶，毋过钢琴已经是我诶好朋友啊。无论伫我快乐也是伤悲诶时，拢会当互我平静诶心情。我喜意做诶遮个代志，互我袂孤单，真正是我足特别诶朋友啦。我细汉诶时就足爱学习诶。毋管是看册、做作品、学电脑、写字、弹琴，也是运动，我拢足有兴趣诶。第二趴，若讲到看册，我绝对是排头名诶，特别是看几啊种类透蓝诶册，有天文、音乐、故事册、英文册、小说也是红仔册，我拢足喜意看。我尤其是爱看音乐诶册，会记得我读国小诶时参加合唱团分品仔，因为我分了袂歹，所以就加入社团继续练。我嘛真敖做手工艺品，亲像做鱼钩，也是做鸭花，我拢足敖诶。我读高中诶时是国语社团鸭花社诶社长，因为做社长，伫内底我加学着真济新诶物件，实在是足满足诶。我嘛真敖分乐器，毋管是品仔、喇叭、喙琴，我拢会晓。后来我伫读大学诶时，阁去学钢琴，阁有收过学生，有即个经验，我嘛感觉真欢喜呢。学习会互人快乐，因为我有各种无共诶兴趣，互我诶生活增加足济光彩。